少，计上8月开，那真上是最紧。那因为这部经卷，这部经卷接落来，就是咧讲啊，咧讲生成的物件，所以叫做金刚发展不落经。发展金刚就是咧讲啥物件？金刚就是咧讲咱自信，发展就是讲咱的智慧，普罗米就是讲平常平安的意思。那安尼当中呢，因为这部经典啊，咱若会当甲了解着这部经典，咱若当甲体验这部经典，那安尼咱讲以这部经典做咱的主体，那安尼当中，咱今日咱就有一个修学道的一个依据。不过因为这拢是一个印度文，经过丘罗模式来翻做咱这个中文。所以呢，因为有阵时啊，足侪相同的字句，咱有阵时啊看无啥有迄个意思。那因为基本上来讲起来，这部经典无离开咱的三宝心法，无离开现观、考古、考掘甲合道，嘛无离开清净发心，嘛无离开圆满报心，嘛无离开千百万的化身。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如果若离开这物件，这部经典，毋是叫做真正会出家囝的经典，会互咱的生活的经典。所以有咱《金刚经》的第8分当句话讲：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的诸佛都是过去、现在、甲未来。三世诸佛，三世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拢该从此经出，拢无离开着这部经典。那安尼，咱各位前言，是不是非常的重要？毋过呢，咱今日要学这部经典的人，若无真正，咱各位前言，几十年，咱就一直。在咱三宝心法中，就一直咧研究，咱的真理就一直咧研究。其实看着这部经典啊，我相信我大家就懵懵啊啦吼。所以呢，有足侪前辈者，讲若讲着《金刚经》，看着《银王经》啦。什么叫《银王经》？伊讲看着银王啊啦，毋知这什么叫做意思啦。所以今日随时咱学学，我能把经典的圣人的教义。完全甲讲出来，但是咱互我了解因人，所以因为今日透过着这个因缘，咱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因为咱着按照着咱过去的迄个程序，就是咱讲点仔钟，但是剩的时间，就由咱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来做一个发问。咱各位有了解内底内容，咱会当拿出来分享。若无当中对一个所在咱毋捌，咱嘛当提出做一个分享，由咱同学即个甲咱做一个即个做一个即个甲咱共襄盛举含各位人做一个即个分析这一段的意思。那因为咱今日读到即个叫做尊重正教分第10集，当然咱已经来讲过着了11分，讲过了11分。当然，这个11分的内底当中呢，咱拢知影，因为伫这个无为百姓分，因为《金刚经》早头咱互我甲咱做分享，伊无分做32分的。是教明太子咱梁武帝的后生，大概分做32分。但是因为这个咱有看到无为百姓分，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尊重正教分这拢是教明太子加落的一个大律。那因为伊分做这个32分就是互咱各位大家要入着这这个伊的经义，
咱若较会晓懵懂。那因为当然，因为12分是来自于11分的这个道理啦。所以无为复性分，咱何啊早头咱讲着，伊就是一种的较量。那么了解那么了解12分的进程，当然11分，你若要小了解者，有阵时啊呢，咱嘛要了解伊的这个道理。所以今仔日，因为这个11分，就是叫做哪？叫做较量分。什么叫做较量？叫做较量功德。就不得用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甚至于幸河沙数的七宝，来做一个较量。较量什么物件呢？较量若有善男子、善女离，受持图上处境，乃至于事必定为他人说，具有实体。就讲，因为用这么济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咱早头要甲咱做一个分享，就是以11粒地球的这个金银、玄石、基具、玛瑙、玻璃，总加起来7项，有11粒地球的这个宝贵的物件，来甲做一个较量仪。受持读诵及书记为他人说，这就是因为听这个物件有遮尔大，有遮尔殊胜，有遮尔宝贵的功德吗？当然，佛就甲咱讲这个问题。那佛就是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可理者、不有理者。因为佛嘛知影讲，咱菩提众生要了解这个道理，不是遐尔简单。你用咱甲讲，可能咱听无，但是当中呢，若毋是真正须菩提解放第一，一个须菩提啊，因今日恐惊要了解这物件，有相当的困难，因此佛陀啊，用着五大宝证，真理者、实理者、如理者、不可理者、不理者，这两个讲起是讲到真无奈的物件，嘛讲到真绝对的物件。那安尼，你无相信，我嘛无法度。所以伫这个当中呢，伊讲须菩提成道世尊，佛告须菩提：若是咱做善女离，无处经中，乃至事必定为他人说，自处福德，性情福德。当然，伊即摆后壁这段青，这段难，